美國西雅圖有4架 Tesla 電動越野車起火焚毀，警方正係調查係咪針對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西雅圖工業園區嘅 Tesla 車場，星期日深夜有4架電動越野車 Cybertruck 起火，消防員到場撲救，事件中冇人受傷。警方正調查係咪涉及縱火，以及係咪同全美各地連串針對 Tesla 行政總裁、全球首富馬斯克嘅示威同破壞有關。包括西雅圖、波士頓、紐約等地嘅 Tesla 陳列室近日都出現示威，其中紐約曼哈頓嘅陳列室更一度俾人闖入佔據並大肆破壞，警察展開清場行動，拘捕多人。He bought his way into heading a government agency. He bought his power at the expen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t the expense of our environment, at the expense of our world and all of the people in it. 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馬斯克喺聯邦政府內帶領政府效率部展開大規模裁員，加上佢鮮明嘅右翼立場，可以話係四面樹敵。各地出現唔少 Tesla 汽車同設施遭到破壞嘅事件，又有貼文呼籲消費者杯葛。除咗 Tesla， 馬斯克旗下嘅社交媒體 X 星期一出現大規模死機，全球嘅用戶都受到影響。馬斯克聲稱死機係由於受到網絡攻擊，又話攻擊係嚟自烏克蘭。自從特朗普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公開罵戰後，馬斯克就高調批評烏克蘭政府，並威脅要停止星鏈衛星服務，令烏克蘭前線全面崩潰。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導。官方《人民日報》利用人工智能將多項國之重器轉化做古代神話嘅形象。穿梭內地各省市嘅復興號列車化身《山海經》入面嘅夸父，國產大型客機 C919 就成為翱翔天際嘅大鵬。解放軍2艘航空母艦就變成哪吒嘅兵器風火輪。國家自主研發嘅深度載人潛水器蛟龍號係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而負責深空探測任務嘅多項國之重器，包括長征系列火箭、月球探測器等等，亦都化身嫦娥、二郎神等嘅形象。